一连继续来看到高雄保台中队经过建国三路和南大路12路口的时，发觉一个查甫看起来黄叶叶足紧张，但进前一个查，这个查甫强强吞一包物件入去腹肚，警察怀疑讲这包可能是毒品。详细情形，连线记者林婉莹来带来了解。婉莹。 好，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被压制在地上，双手还被上铐。虽然他试图挣脱，但却被警方大声呵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乱动。你要干嘛？你刚才吐的那一包是什么？先讲好来。 事情就发生在今天清晨4点多，高雄保大中队行经建国3路和南台路口时，这名男子在超商内购物，神色慌张。当他们准备上前盘问时，男子却突然吞下不明物品。员警虽然试图拦住他，但还是为时已晚。等到支援警力到达后，也赶紧清查男子身上的物品。虽然过程中双方发生激烈扭打，但最后还是顺利将他逮捕。他们也将现场拉起封锁线。目前警方初步怀疑男子吞下的物品应该是毒品，已经进一步调查厘清当中。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。